呢一集呢，我哋就會嚟睇下香港第一間教會同香港第一張報紙嘅關係。我相信呢，如果冇咗呢一張報紙嘅話呢，香港教會嘅歷史呢係會改寫嘅。如果大家對於香港第一間教會嘅故事唔係好認識嘅話呢，可以跟住下邊嗰條 link 去睇下。喺1836年，即係香港開埠之前嘅5年呢，美國浸信會有一對咧宣教士夫婦，蘇美士牧師夫婦嚟到澳門啦。佢哋其實咧係經過1年嘅艱苦旅途咧，先嚟到澳門嘅。但係咧，佢哋嚟到澳門咧就發覺喺澳門宣教係好難嘅喎，因為咧澳門嗰個天主教嘅勢力好大。1841年香港開埠啦，蘇牧師夫婦咧就開始考慮，可唔可以去香港咧？去香港又可以做乜嘢咧？喺1842年嘅2月咧，蘇牧師就特別咧由澳門嚟到香港啦。嗰陣時由澳門嚟一趟香港都唔簡單㗎，10幾個鐘頭船程㗎。佢哋咧今次咧係拜訪當時英國全權代表砵甸乍。砵甸乍咧就係將來香港嘅第一任港督啦。咁佢同砵甸乍傾完咧，砵甸乍話可以俾一幅免費嘅土地佢建教堂喎。哇！真係哈利路亞！佢哋咧夫婦聽到呢個消息啊，幾乎即刻就要決定搬去香港啦。就喺蘇牧師夫婦咧，佢哋好興奮咁樣準備搬去香港嘅時候，就發生咗一件事。原來咧當時美國浸信會咧係咧透過一間咧喺印度嘅財務公司發放生活費俾東方嘅宣教士嘅。點知就喺嗰個時候，嗰間財務公司就執咗笠。咁即係話咧，美國浸信會嘅錢咧就到唔到東方宣教士嘅手啦。蘇牧師佢哋咧就冇收入啦，連生活費都冇着落啦。唉，飯都冇得開，去咩香港啊？揾份工把啦，或者離開咗美國咁多年啦，係咪時候返去呢？當時一片混亂，但係嚟咗一位咧好有教養嘅英國人喎。原來佢咧想喺香港出版一份報紙。佢同蘇牧師講：如果你願意分擔編輯嘅工作，同埋負責督印報紙，佢話我願意負擔你哋搬遷去香港嘅費用。喺香港嘅時候咧，仲有一間屋可以俾你哋住，每個月仲可以有50蚊。其實50蚊係唔夠生活費㗎。佢仲話：蘇牧師你可以繼續牧會宣教㗎，報社嗰個印刷機你可以要嚟印宣教單張㗎。蘇牧師聽到好開心，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佢咧就答應咗呢一張報紙，就叫做 The Friend of China 工作1年。結果蘇牧師佢哋一家咧就順順利利咁樣搬咗嚟香港啦。蘇牧師咧計埋數咧，只係付咗20蚊嘅搬遷費，真係好少㗎啦。而跟住嗰1年咧喺報社工作，佢話咧真係唔係需要佢好多時間㗎喎。可能因為當時嘅報紙開始嘅時候咧，只係每個星期出版1次嘅啫，所以佢仲有好多時間咧做佢所想做嘅宣教工作。而且咧，蘇牧師真係咧為報社咧呢一張咧香港第一份報紙咧盡心盡力咁樣做咗1年之後咧就離職啦，因為佢想專心喺宣教事宜。其實我哋應該好多謝嗰位英國先生同埋 The Friend of China， 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咧，蘇牧師一家可能已經返咗去美國，就冇跟住嘅故事啦。因為當時咧香港起好嘅樓房咧係好少嘅，就算有可以租嘅租金都非常之貴。蘇牧師一家咧一定係租唔起㗎。咁所以嚟講，蘇牧師佢哋能夠嚟到香港，可以有個地方暫住，仲有錢可以生活，係非常之感恩啊！
所以香港嘅第一份報紙同埋佢個老闆係非常之影響蘇牧師佢哋一家搬遷嚟香港呢件事，同埋後來咧佢哋建立第一間教堂。咁呢一位係邊位呢？我諗大家都好有興趣知道啦。咁首先咧，大家知道嘅情況咧就係、第一呢一位咧一定係好似蘇牧師夫婦信件裏邊所寫，係好有學識嘅英國人，而且一定係好有錢嘅。當時咧喺香港又好有錢又好有學識嘅英國人有冇呢？好多人都以為咧當時香港嘅英國人咧大多數都係走私鴉片嘅，都以為咧佢哋咧係嗰啲喺英國咧冇學識嘅流民嚟到中國咧鋌而走險走私鴉片。其實唔係嘅，好多鴉片商佢哋咧都係好有錢，但係都有好有學識嘅喎。例如咧鴉片嘅主要嘅商人渣甸咧，佢本身咧係梗係好有錢啦，但係咧其實佢係一位醫生嚟嘅，係一位正式受訓嘅外科醫生，絕對唔係嗰啲冇學識嘅人嚟嘅。咁另外一點咧就更加重要啦，佢應承咧俾間屋蘇牧師佢哋一家住啊嘛，咁呢個老闆自己都要住㗎，所以佢最得閒度有2間屋，或者其實佢可能有好多間屋。當時香港嘅屋咧都唔夠100間，一個人就有好多間屋嘅人，咁又係唔多喎。另外就係佢係一個好想喺香港辦報章嘅人。咁香港辦報章當時咧俾邊個睇咧？華人咧就梗係唔會睇㗎啦，因為英文㗎嘛。咁外國人咧當時住喺香港嘅咧都仲係未係好多，因為好多嘅人咧因為冇屋住啊，都仲係住喺澳門未搬過嚟。咁邊啲人會睇報紙咧？而且咧，咁嗰陣時計起上嚟咧，喺香港辦報紙蝕本嘅機會大，邊個會辦呢？而且呢張報紙咧，一開始嘅時候就開宗明義咧係反對走私鴉片嘅，咁所以佢老闆大概都係一個反對走私鴉片嘅人啦。佢辦報紙又識得去揾阿蘇牧師做主編督印，咁佢一定係好熟悉蘇牧師夫婦嘅為人同埋佢哋嘅能力㗎啦。同埋佢又俾蘇牧師喺度咧印喺報社嗰度印嗰啲宣教單張，又俾蘇牧師出去咧宣教嘅，咁佢可能都係一位基督徒嚟嘅喎。總括咁多點，我哋諗到底佢係邊位呢？咁多年咧，大家都喺度推敲，到底佢係邊位咧？主要咧，大家都估佢係以下3位裏邊嘅其中之一。第一位咧就係 Richard Oswald，咁佢係英國商人啦，佢擁有香港嘅物業好多嘅。第二就係 James White，佢係 The Friend of China 嘅另一位編輯啦。第三位咧就係 John Carr， 1843年開始佢就係 The Friend of China 嘅老闆啦。我認為咧最有可能咧就係第一 Richard Oswald， 因為咧佢擁有嘅物業夠多。呢幅咧係一幅咧香港中環嘅1842年嘅地圖啦。1842年咧就係蘇牧師夫婦佢哋一家搬過嚟香港嘅年份啦。喺呢幅地圖咧就標示咗唔同嘅地段同埋地段擁有者嘅名字啦。我喺上面咧就已經圈到咧5個地段咧係屬於 Oswald 㗎啦。我相信咧佢喺香港嘅其他地方都有其他嘅地段啦。同埋咧可能有啲地段比較細啊，例如上市場嗰啲咧係冇喺呢度標示嘅。我諗喺3個人裏邊咧係只有佢擁有咁多香港物業嘅啫，所以我相信咧。佢係嗰個咧，從來都冇喺報章上面講過嘅The Friend of China 嘅老細啦。咁我哋咧重新組織一下呢個 Richard Oswald 嘅生平啦。佢係一位好有教養嘅英國商人啦。
大家都相信咧，香港一開埠咧，佢就嚟到香港啦。喺1842年咧，佢就邀請蘇牧師夫婦佢哋一家嚟到香港啦，令到蘇牧師可以成為咧 The Friend of China 嘅主編之一。初初嘅時候咧，佢就同人哋拍檔做生意嘅，有公司嘅。後來咧就自己自己擁有公司啦。記錄咧就話佢1847年咧就已經離開咗香港。喺1850年咧4月咧佢就死於倫敦，當年咧佢就38歲。即係話咧，佢請蘇牧師嚟做報紙嘅時候咧，佢大概30歲。就係因為佢令到咧蘇牧師一家可以嚟香港，跟住咧可以喺香港建立第一間教堂，所以咧蘇牧師佢哋好重要。而呢一個 Richard Oswald 咧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物。